志强，你起来啊！志强，志强。金儿，我足痛苦的。金儿，你也抬死伊倒头路，替妈妈报仇，你有听的无？你也抬死伊倒头路，替妈妈报仇，抬死伊倒头路，替妈妈报仇。妈，你是伫倒位？妈，你是伫倒位啊？你出来啊！妈，你别走啊！妈，别走啊！妈，你是在倒位啊？妈，你是在倒位啊？妈，你出来啊！金婉，我足痛苦的，我足痛苦的，金婉。妈，你出来啊！妈，你倒位啊！妈，你倒位啊！你甲伊让做我听死，我替伊倒头路。金儿，你也抬死伊倒头路，替妈妈报仇。你有听的无？你也抬死伊倒头路，替妈妈报仇。有没有啊？爸，一个人踮在遮啉烧酒哦，一个人啉烧酒哦，愈啉愈优秀啦。哎呀，我陪你做伙啉啊。老大，我看你也是啉较少。啉较少，我惊啉无够啦。人愈生体，愈艰苦呢。今摆伫志强遐过得好。伊若甲对生活无好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来，爸，够啉啊！我家己亲生查某囝，我拢无法度照顾，还佫去拜托别人替我照顾。爸，这敢若会怪啊？电话命无好，嫁唔着啦。金婉啊，金婉，这么爱，那再来吃。来来来来，是安怎是？志强咧？志强莫无陪你来。你是伊倒头路？我是你的爸爸，你哪来叫我？是你下令杀死我的亲生妈妈，伊倒头路就是你。金婉，无毋对啊，是我害命的，是我害死我这世人啊！上该疼惜的查某，是我无毋对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替阮妈妈报仇。金婉，你即摆是安怎？可能起笑笑。金婉，金婉，放弃！你不要妈妈的命来！你即摆是创啥？放弃！我们来讨心替我妈妈报仇！放弃！金婉，较冷静，较冷静的啦！放弃我姐！金婉，我姐！你连你死者后尾拢爱抬上，啊？你要去我亲生老爸！你敢若随我，伊抛弃我，伊搁甲我妈妈抬落去，还要变成一个无妈妈的孤儿，害我原本有的幸福都完全无用去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金婉，较冷静的！你不要妈妈的命来！金婉，你讲了无毋对，是我害死你妈妈，是我害你遐尔痛苦。
我根本就无这资格处理他。你要抬，就互你抬。你咧啊，董事长！是哦，岛上一人做的代志，一人来承担。你想？董事长，你哪会做遐尼讲的代志啊？互家己死做要甲抬死，安尼讲就有法度讲的代志。是哦，你想，无你的代志。董事长，金华，莫讲遐多，假使我会死，会当解决你的痛苦，会当消除你心中的怨恨，那安尼我就互你抬。我要替我妈报仇！金华，金华！金华！金华，金华，金华！喂，金华，金华甲金苗受伤，伫倒位？我想水过。这个，这人话要倒位？金华受轻伤，金苗受刀伤，即摆伫咧病院急救。金华，不是你的房间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先来病院看卖啊，等下再甲你讲。小等，我带你去。敢有事通知一下。我落去打电话去。哦。心跳啊！林经理，强心剂。我毋是跟你讲过啊，我的代志无需要你来插，你想要要亏心嘞？你想要要伤害金源？我跟你讲啊，金源若是有三顿两底，我来找你算账。我无可能目睭紧紧看伊抬你。保护你的查某囝，啊，不过中医嘛是想要保护伊的乌道上啊，安尼敢有啥物唔对啊？今仔若毋是伊开枪，我看你甲金庸早就叫金华抬死啊！抬死，好嘛是我甘愿的代志啦。是，迄是你的代志，嘛是阮的代志啊！你敢若信着你家己，你有信着阮无？若是你出代志，我甲只有是要安怎？我不会失去你啊！我拜托你莫阁吵好无？金华现在跟你还在急救。唔知是会死还是会死，咱大家都是一个人，莫阁互相伤害，敢无？金华，阿伯，金华，金苗甲金苗即摆安怎？金庸已经无危险啊，啊，无金华姐，啊，搁伫要内底急救，咱急救遐尼久啊，那呢伤势最严重的是，是你，是凶手，阿伯。同意，放开。不要给我！我嘛使真死，我这边，好啊，你做什么老爸啊？好好行去，我哋害个这样凄惨，尤其是金华，伊受委屈还无敢真心，你敢唔肯放伊煞？伊这个死去，你敢对得起？你敢有良心？哈？你阿伯，你莫去拍啦！我拜托你莫去拍啦！我是要叫金华讨回公道。阿伯，金先生，请你较冷静咧。今仔日若是金华生夜倒要抬塔路，嘛袂发生这种代志。你得较明理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敢拍着伤，该强输等你？哈？好啊，大家拢莫吵这代志。阿妈。金姐，金华伊，医生，病人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认真了，像是的家属，紧入去甲伊看。金华，金华，金华，金华姐，医生，你给我直接看，紧救啦！去
去救伊，去救伊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伊！我认真的啊，请你认真啊！我无法度认真，我求你，你救伊，你救伊，救伊好不好？对啊，看来这边啦，听医生讲。金华，是爸爸来啊！爸爸在你的身躯边，你有听的无？金华，金华，你一定要坚强。是爸爸在你的身躯边，你叫你，你有听的无？金华，金华。金华姐，金华，金华。金华，你吃啊，你吃。金华，你应该好起来，我不把你当听上。好好照顾你，知无？金华。你是要讲啥？你是要讲啥？我给慢慢来，进来，点笔，点笔，快坐。进来，来，我给慢慢笑。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了。金华，对不起你。
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。警官！爸爸知影，你上爱的就是百花。爸爸专工买来要送你，希望这花的香味会当连日才陪伴你。金华，你还阁这么少花，还阁这么水，还有真好的人生，你就安尼来离开我。 敢唔讲你真正认真？我爸爸袂欢喜，来送你好欢喜。今摆因走，你还真爱顺便，你要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唔通伤过艰苦。是我唔好。 是我无得好好照顾你，今仔才走出去，失去性命，拢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都是我！这个。 你怕甲我讲过，咱要做伙一世人，你现在就来帮我一样做你走。咱要心真济小真心，跟我你袂记啊？我不爱你走，给我不爱你走啊！ 好不好？你想看卖啊？给我最后的愿望是啥物？敢若是希望你能振作起来，重新我回去球场尔。我拜托你。 你别去伤害你家己，好不好？
志强，来，手互我替你给包起来，较袂发炎，较黏着。志强，今晚走，不跟你一样艰苦尔，我嘛艰苦呢，我嘛艰苦，艰苦不甘你，不过你爱振作起来啊！你莫让今晚走了袂安心，你莫让今晚再天请你我为你关心，好不好？是嘛？小狗无天理的啦！亲像今仔啦，就像这么善良的人，天公伯，谁人还会当回收？无血无目屎，金玉颠倒无死，真紧都活起来！天公伯，你真正有够无公平啦！你拢阿啥？给我出去！大少爷，小姐有特别交代，你袂用别乱走的。上甲挡我的路，我会甲伊拼拼。走，上来！上来！金彪，王青雄，走转来哦，我等要找你。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照顾金元的？你是安怎，互伊去倒头人引导？是安怎要安尼对待伊？是安怎要互伊死？是安怎？金勇，金关系，跟伊无关系啊！哪会跟伊无关系？伊有甲我讲，伊要好好照顾金元，结果金元即摆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害死金元。你是冤啊！你是冤啊！你我上下命来！金勇，你亲目睭看到金元是去互啥拍死的？你哪会我志强啊？我啥都袂了怪伊，假使唔是，金元唔免受到这尔多痛苦，金元嘛袂是到这尔凄惨。志强，金勇，好，假使你真是爱跑人才当出去，哪能你跑啊？金元拢已经死啊！你讲在维护伊，敢讲你真正要为伊牺牲性命？你在开玩笑？忘掉啊！好，我对你做一把，进来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我对你做一把，进来。你敢走？你外面个出现我面头，你敢走？拢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今晚拢是你害死，出去啦！无对，根本是我害死，甲其他人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是讲奇妙，你敢是犯我的人权？是安怎要替我受迄刀？你是我的亲生老爸。我无出去。自从你爷妈死落迄天开始，我老婆亲着做一天老爸责任。是恁亲生老母写我的手，今晚要替我受理由的，你无应该替我受这刀，我甘互今晚害死你，知无？我真正想问你是咧玩啥？金庸，多少是你伫咧这个世间中
情人啊！你安尼冤家，靠说互警察这伫咧天顶看到啊，一定会足伤心的。伊一定希望，伊用伊的性命来交换咱之间回忆的平安快乐，不是安尼自相残杀。只有讲了无唔对啦，咱着爱珍惜现在，珍惜性命。金玉，他若失去金元，伊心肝内嘛真自责，真痛苦。你愿意用你的性命来救他咯，就表示恁爸仔囝真亲，也算是咧保护这个家。我真感谢你。是安那，我救我老爸，就一定要牺牲我的亲兄妹。我顶世人，不知有偌侪欣慰这个玩笑。无要紧，这所有玩笑，拢算我头壳顶。我会用我一世人，好好来补偿，好好来赎罪。金苗，是不是应该要把所有怨恨、所有无信任，拢给放弃？我来珍惜咱这份缘分，你讲对无？各位，我今仔有一件真重要代志要宣布。我咧江湖，甲人耍遮尔久，到尾啊，竟然连家己某囝的血都去目着。想到这，我实在真心寒。我感觉已经忝了，无想要搁过这种日子啊。不用。这盒仔内面有咱医毒集团所有银行的小簿、重要的文件，还有印鉴。上个重要的是，咱国角头兄弟的名单。我即马就要将伊交给金庸。金庸为即马开始正式就是咱医毒集团的副社长。金庸。爸，你即摆所讲的话，我唔知影，大家是不是有了解？各位在场的兄弟，金庸虽然是医毒集团的副社长，但不过我已经打算要退居幕后，将医毒集团所有的事业拢交伊来接管。我上大，以后我要拜托你，好好照顾金庸。同意，林姐，你一定要全力来帮助金庸做伊的副手。是。各位角头的老大，为今仔开始看到金庸，就亲像看到我同款，一定要全力嘅支持。我绝对袂辜负你对我的期待甲栽培。金庸，恭喜你升副社长。多谢你。妈，你无白白牺牲，我做到。
伊都集团即马已经掌握伫我的手头。金华，你的这条线，我已经替你拖到倒。江明静，从即马开始，你是不是愿意搁继续缀在我的身边？我本来就是大少爷的一只狗。起来。真好，吴真道。恁若是有够巧，上好和江明前同款，做一只听话的狗。我一定会风雨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文志强，你搁要安尼死一话不你讲？金华已经走啊！你搁安怎切保你家己？伊嘛袂搁倒转来啊！我不准你讲金华走啊！金华无走，我不准金华走！我干那要讲？金华最后愿望。是希望你搁回去球场，完成3级棒球训练的理想。卖我摕起我的话来拗我，这是公司倒啊！欠你的钱我嘛无得还你。3级棒球从我训练赢，只是一场梦，一场还未去磕到吹起的梦。志强。不是天公伯也无情，嘛不是命运的创治，是你彭志强辜负建成的公益，你知影无？真心死啊！得跟我做伙死啊！你搁知影听？你敢不是麻痹啊？彭志强。虽然今晚走啊，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我这个真心爱，无怨无悔为你付出，你安尼敢对得起我？是吗？你爱唔着人啊？我无值得你爱。是你变啊，还是我当初看唔到啊？我上爱迄个彭志强，是一个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挫折和挑战的剑士，不
是亲像你即马安尼，敢若啉酒解忧伤无出头的查某人。你安尼浪费生命，真正无价值，你知影无？冯志强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搁安尼辜负我的苦心，你会后悔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你真是要离开？我本来抓成功，派人帮助志强，我一遍搁一遍的试，不过结果呢，我发现我根本就做袂到。我看到志强痛苦，我心肝来搁较痛苦。既然我留落来，对志强来讲，已经无任何意义啊。安尼我想，应该是我离开的时阵啊。是吗？唔是安尼啦，啊，你唔是常常咧讲过，永远都爱抱着希望啊，有梦上水，人生唔才会水。你袂用安尼就放弃啊？对啦。阿鲁话讲得对，你为遮尼紧，就来放弃志强，唔单伊需要你，阮大家拢嘛需要你。不过我真是无法度看到志强，搁咧继续痛苦落去，而且我惊万一我先倒落去，严重造成你的负担。心爱，我知影你为着志强伫咧付出，我拢讲甲真清楚。志强只是行袂出过去迄份执着的爱，啊，不过时间徛在你这边啊，我无相信志强这世人拢无看到你的好，所以讲，心爱，我叫你莫走，啊，互志强一点仔时间，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，好无？我已经予伊真侪机会啊，我就是希望看到伊徛起来，结果伊还让我失望。已经不是过去的冯志强，也不是迄个拄到错这事，还愈战愈勇的剑心啊！也毋过心爱，你安尼来离开，以后谁来照顾你咧？对啦，你为着志强，我摸你的病情，告诉你，若予志强知影。伊会造成伊家己对你的亏欠，安尼颠倒是咧甲折磨，你安尼敢会忍心呢？病情，阿鲁爸，心爱是什么病？脑瘤。阿鲁爸，心爱，你有病是安怎无要互知影，搁要甲我隐瞒，也安尼，搁较袂互你走啊？心爱，你莫走好无？天下无不散的恩情。阿鲁爸，我真是就感谢你，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来这跟你说道歉，多谢你。心爱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。阿鲁爸，老的只有受折磨着，我真是无法度去承受啊！刚才讲。志强嘛袂可能想到你好大气，我拜托你，你让我走好不？我要你走。心爱，心爱，志强，你这样，什么？你们，你那些冲下呢？是咪要走？你知无？可以走，你慢走，走，我无
不爽你任何人，不爽你可怜我。我就是要一棍哦，把你抛弃。彭志勇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心爱为了你，给你拼事业，伊稳嘛，一定要努力来实现。心爱伫你哪里？心爱讲的，无要互你知影，是无希望你为着伊耽误你的事业，伊啥物拢无求，伊敢求你重新要站起来。有一天会当看到你重新站伫咧球场，啊，毋过。你是安怎对？你从来都无甲伊放伫心肝头。我一定会红魂再起。你是安怎对？你从来都无甲伊放伫心肝头。一摆搁一摆，甲伊为你的身躯边甲杀开。你敢有去体会伊的心情？你即摆好啊！你达到你的目的啊！伊即摆是足伤心，伊已经决定要永远的离开你。心爱，志强，你搁安怎做？都无可能找到，亲像心爱安尼，家来求付出，无要求回报的走。伊为着你，去耽误着伊的治疗。这种的病人人恶化起来，伊随时会死，你知影无？有吧？带我去找心爱，带我去找心爱，你敢？等下吼，小工挂一下吼。头前拢袂顶袂当啊！去掉。心爱，你为了要替我拼事业，连性命都袂顾，我一定要替你甲病医好。你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心爱，你留落来，好好医治你的病，阮大家才会放心，来当照顾你。我放弃治疗哪里的时间，就是为了要看到志根会当振作起来。啊，不过这段日子，我所有拍拼完全拢无采过。我看到伊艰苦，我比伊搁较艰苦，而且我嘛无期待伊过安尼。我来离开，离不到。杨哥，你一人离开，我是真正袂放心。以后谁来甲你照顾呢？欧高雄的车就要来啊！各位旅客，请准备就车。
失败。失败。阿鲁爸讲了无唔对，我无应该活在痛苦悲伤中，我爱重新站起来。心爱，多谢你肯为我留下。那是因为我嘛真是真不敢对过你，啊，不过真是真欢喜，听到你愿意敬重我。歹势，恁等下久，来，心爱，你来试看面这原住民哦，所生的这食肉哦，很好吃的嘞。阿鲁爸，多谢你啊！哎呦，我们都是要甲你谢谢尔，啊，你也无甲我放杀啦，对无？哦，哎，对啦。来，这，看卖哈，加食一块。来，多谢恁大家。心爱，你来去食较济，爱甲身体顾好。哦，你通接受脑部的手术。心爱，其实你应该较早甲我讲你有病。迄个时阵，我竟然阁对你有误会。是嘞。迄都过去的代志啊，莫讲啊。嘿，我伫咧电视甲你看迄个脑部的手术呢。哦，甲迄头壳讲啊，安尼切做一半呢，敢若连挂共款呢。阿鲁爸，在食饭嘞，讲真诶。阿伯，无要紧啊。我在网络上已经收集真侪相关的资料啊，我嘛看迄手术记录的过程，所以恁大家啊，爱对我有信心。心爱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。爱情的力量，心爱，有志强伫的吼，万事 OK 啦。对啦，啊，紧食食吼，等下还有水果哦。我讲到水果，我有个原住民的朋友，伫咧梨山哦，阿米是台啊，在咧种水果呢。啊，有屏东的白鹿顺哦，咧种个莲雾拢大高起来呢，迄生意偌好的呢，对，这拢伊送的啦。对吼，即摆的水果利润袂歹吼。袂歹啊。志强，啊，既然你运动器材公司的生意歹做，不如改道咱来经销水果的批发。啊，如果即摆有朋友会当摕到俗的水果，这是咱重新出发的好机会。电脑机。来，拿起来，来，这个，好嘛，洗到。各位，职棒已经开始拍，连续3场比赛，咱得到的利润比咱的目标加2成外，所以这是要互恁大家食红的啦。容易啊，但你嫌这张支票钱无够济是？我是看阮岛上的民主咧做代志，我的目的并不是为着赏金。中医啊，副社长吼已经见识占领，以后伊就是咱校长的对象。敢讲你认为伊无迄个资格领导咱，毋是你校长的对象？我刚刚听社长上的命令。中医啊，你意思是讲甲听社长上的话，无想要替副社长卖命就对了。歹势，副社长，我阁有代志要先来走。
无因做你啦。嘿，啊，中医这个人吼，啊是倒一条筋破掉啦，竟然无甲钱哦看在眼内呢。我想哦，中医可能是因为我这副社长竟然爬了伊的头壳顶，才是我都失忆了。好啦好啦，咱莫讲这个啦，咱啉烧酒啦。来，我上台。来。我爱提防中医，绝对袂让伊阻止我报仇的计划。必要的时阵，先下手为强，甲伊除掉。喂，哎，真是嘞，啊，你在倒位啊？我了解。吴家耀，遐少年去查出来啊，志强听讲即马改行啊，伫咧卖水果。卖水果？嗯。安尼，咱应该去甲旁听一下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我讲今仔这水果吼，拢今仔都带到尔啦，人家拢做信用的啦，啊，你著买来啊，就无去拜拜对无？啊，你著放落来啊，你安尼买礼物顶吼，啊，厝内就会添点啊，对无？试看卖嘛，哦，我咱做信用的啦，吼。无你讲看啦吼。这个。金明，你这么想冲什么来？你搞人给叫走，你知哦？堂堂的正城，竟然在遮卖水果，是让人足失望的。我靠我家己双手拍拼，较赢过靠爸母的底，较赢过打过亲戚妈妈的火，掌握金钱款势。我看你是头壳歹去，缀即摆卖水果的，你敢有啥物前途？因为我爱伊，所以我尊重伊的选择。李心爱，黄志强到底倒一点比我较好？伊值得你安尼爱伊？其实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，敢毋是？伊有你所无的情、甲义、正直、甲良心，伊是一个有血有目屎的查某囝。金苗，欺负查某囡仔，生什么查某囝？因为对付的人是我，今日心眼放开。安娜，你想要英雄救美少？我看你这英雄可能自身难保，你敢要相信？我有法度切断你每一条趁钱的路。金苗，你莫糟蹋人哦！人甲早拢是好朋友，好兄弟咧。副社长，咱莫该你遐啰嗦了，咱就来受检受管。卡住黄志强会当学韩信，领受软下旁的资料，那呢以后，咱就有一条趁钱食饭的路。想袂到你只要野尾啊到肥两声，搁真有效果。江明志，你啊！黄志强，只要你为我的骹旁爬过，我就予你一个趁钱的机会。金明，你别想超过哦！金明，你有本事哦，搞电工去啦，别再欺负人啦！吵架！阿鲁巴，干嘛？金明，这两个你当，你们是老死。黄志强。来。
我为你的骹旁飞过，要么你爱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要咱未来心爱甲你吧。好。我来。志强，查某囝除非跪天、跪地、跪老母、跪老爸，其他的人绝对袂跪的。我替你跪。 心爱，我袂让你受这种侮辱。社长，安尼就帮你说。走！金阳，你小狗一个，你绝对无好话，你上来是叫你甲攻击。 啉茶啦。嗯。塔罗，我感觉你无应该这么紧就甲权利放互金庸。其实，咱对伊了解阁无够深。我听伊当咧买收阁角头的兄弟靠将伊的势力，亲像金庸这款野马，马数若无抓伫手头。 恐惊伊无法度，互伊心服口服。我认为金庸知影保全家己势力，稳定家己权势，安尼才会当确实指挥调度，表现伊的办事效率。我感觉真好啊！爸，玉华阿姨。哎，玉华阿姨，我来就好，来我。 爸，请你看卖，这是这礼拜工课进度表甲收支的报表。金庸啊，你无需要凡事拢向我报告，交代甲遮清楚啊。这是我应该做，假使我有无注意的所在，爱请爸爸约看阿姨多多甲我提醒。真好，你要内面休困啊。 我感觉金庸自从接管公司了后，个性变了真侪，变甲搁较阴天。你想太济啦！
啊，不过逢人之心不可无。社长，我有代志，要出来一转。金庸骗得过因老爸，啊，不过偏想要过我一关。我想要看你咧耍什么把戏。我一定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。小先生，哎，外边有什么动静？一切正常。放下，卖过你妈了。我的代志免你管。我无管你，无是啥物管你。你可有关心吧？不过廖真，你是一个无会无目屎的菜仔头。讲话一定安尼甲我考细些。我敢若凊彩讲2句安尼尔，哪有亲像你的心肝遐尔啊晓？竟然下令要甲我做掉。有可能，搁当你怪我。伫我的赌场面头前，我若无安尼做，唔怕你一个人死，我就要陪你斗阵死。所以，我才用空炮弹甲清钱换掉，你才会平安无代志啊。今仔把鬼气甲我死死的较快活，是安怎要搁救我？是安怎？敢讲你阁唔知是？我一世人拢伫追求你甲我的真爱，但过时阵我知影，当年出卖我的人是你的时阵，我就惨像叫雷公讲到同款。突然间，我感觉我的人生一点仔意义都无。偏偏我就是无法度甲你放袂记。天生，确实是我对不起你。玉芬，可是哪会使？我甘愿甲你做阵死。不过我想到咱还有2个囡仔，金庸甲金元，我就袂当无顾因的生活。我即嘛只有一个囡仔尔，迄个囡仔就是金元。这样以后莫伫我面头前阁提起金庸。我哪想到，伊竟然咧出卖家己亲生老母，去保全家己的性命，我就感觉庆幸。也是查某囝较好，较大心。对了，金元。伊即马过了好无？你真好。伊敢真正真好，无代志。你哪会安尼问？这几工我嘛唔知影到底是安怎，总是感觉我平时心肝头啊皮破产，好亲像要发生什么代志共款。天生，我足思念金元，我拜托你。请你看到一个妈妈思念查某囝的心情，帮我出去看金元好无？免个啦，玉芬啊，即摆外头风声阁真难，暂时你另外拄则秘一个，这个所在阁真秘密的，无人找着你。你好好啊，拄则静养，我会较少来看。天生。签岛的收入金额遮尔大，我竟然查袂到，伊村里口做资料藏伫倒位，哪会遮尔神秘？哎，那个阿姨，金瑶，
遮尔啊嘛，你是只创遐？你敢毋知影这部电脑内底拢是机密，外人是无用白叮当的。你讲伊啊，但我即摆已经是副社长啊，哪会是外人啊？而且你嘛毋免遮尔啊紧张，我不过是因为思念阮妈妈，所以甲阮妈的相片扫伫电脑当作是桌面。你看卖啦。姚阿姨，阮妈妈是毋是甲你同款水？金阳，后边若是无恁爸爸的允准，你尽量莫来动这部电脑好无？我。老靠，金庸是未来一道集团的继承人，咱无需要对伊安尼一行一塞。爸，我开电脑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公司的状况，若是有啥物无适当的所在，请爸爸你给我指示。原来是安尼，姚哥啊，金庸是副社长，伊要了解公司的资料，这毋是应当的。金庸啊，爸爸，若是有啥物所在佫未了解，直接问中医就会使。我知，爸，若是无我的代志，我就莫叫恁啊。姚哥啊，看我讲，伊嘛是我的后生，咱无需要对伊这样提防啊。金阳的这寡作为，实在是令我足不安的。我感觉你是较谨慎较好。我社会行遮尔久啊，这点物件我当然嘛知。你做你放心，日后金庸若是要反背我，我自然有办法治。徐若芬敢毋是已经死啊？我怀疑无死。我无迄个本事，一个人走出去。敢讲有人暗中伫监视我的举止行动？你是小李，我有怪。翁某是受欠债，莫阁讲什么对不起的话啊！你这臭的阿姆！你看你这，心爱无骗你，金华已经死啊！金华真是已经死。啉茶啦。等下，这什么茶？当顶乌龙茶，有加伊上爱啉的。无加料。